但市长参选人上峰选伫南山公墓正式参选，宣布专区保留作为市立美术馆本馆印花艺地以后，上峰嘛表示，选市长不是选一个人，而是组一个专业治理的团队。所以，对8月1号开始，为期1个月，公开竞选37区区长，结合各区的优质，共同来发展区政。我觉得今天政治还是要回归到人民民主，而且要回归专业。我们相信，其实很多在地的问题，在地的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返乡中年最清楚，而且他们具备像这样的专业。可是往往在选举完以后，这个区长呢就变成了所谓的政党分赃跟垄断的事业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是垄断了这样子，而让专业无法进来。所以我们就在选举的时候，我们就号召在地人来关心在地事，在地人最清楚在地事，在地人来提出在地事的解决方案，那让人民民主回归专业。甘真正有人愿意挺身而出，交20万的保证金，共同投入选择，嘛成为区长。1个月会当领到137575块，并且实现梦想。参选人认为，已经有真侪城市规划上法的精英甲因接触，伊袂烦恼无人来应征。这些人不乏都是所谓的环境议题的专业。都市计划的专业，甚至行政管理的专业，这些专业呢，在过去的政党垄断分赃，只能做一些小小的服务。他们拼命的服务这些政党，最后这些政党只选取了最大的利益，政党利益跟财团利益，他们是非常的气愤，所以我不担心。不过，敢会互外界有公开买官位的顾虑？团队表示，区长原本就是市长的任命权，强调在地问题就是交由在地解决。台湾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